本內容只作投資教育及市場分享研究，不構成任何買賣建議。任何投資決定請自行判斷並承擔風險。我哋開始講呢個黃金。咁當進攻失速嘅時候咧，防守就開始接力。黃金咧，佢唔係科技主線嘅替代品。我哋本身個主線就係之前講過嘅物理 AI。黃金咧，其實就係資金避險嘅時候最先見到嘅防守主線，所以佢有個避險嘅保值，係穩健嘅配置啦，保值抗通脹、避險需求同埋資金流入，佢係防守主線嚟嘅。咁科技股強嘅時候咧，資金就會追進攻；科技股弱嘅時候咧，資金就會找黃金。咁黃金喺整份2026嘅下半年主線圖嘅位置咧，科技主線賺嘅係未來增長，黃金主線咧係防現實失控。咁咧進攻嘅主線咧，下半年咧就係 AI 算力啦、電力啦、物理 AI 啦。物理 AI 佢唔止係機器人嘅，譬如低空經濟、機器嘅運輸製造都係屬於物理 AI 嚟嘅。仲有半導體嘅設備同材料啦、低空經濟啦、商業航空呢啲都係進攻嘅主線。咁科技股強咧，資金追逐成長同埋進攻嘅主線。科技股弱咧，就會尋求黃金啦。咁美元弱加利率下行加避險升溫咧，黃金主線咧就容易重新啟動。咁防守主線咧有黃金啦、資源安全啦、軍工啦、稀土啦。用途咧將黃金放翻喺整份嘅主線上邊咧，作為一個作戰圖咧。其實黃金一個嘅主題咧，基本上係一世人裏邊咧必須要學習到黃金，因為你會見到過去幾十年啦，中國人咧都會賣黃金，咁但係好多人係賣得唔好嘅，升到幾時佢又唔知，幾時會跌佢又唔知。咁我哋要首先咧呢一刻咧，我哋要理解佢同 AI 半導體機器人嘅攻防嘅輪動關係係啲咩咧？其實我哋短炒股票咧好多時咧就係個輪動關係，大部分唔認識。黃金係科技主線嘅替代品，而係進攻失速嘅時候，資金最先睇到嘅防守主線。咁當世界咧唔再相信紙幣啦，你見到咧呢啲人咧就會跑入去買黃金啦。紙幣信用嘅動搖，資金嘅回流喺黃金。其實你會見到紙幣一被動搖咧，其實比特幣嗰啲咁虛擬貨幣其實都上漲嘅時候咧，黃金係同步上漲嘅。咁世界越不安咧，黃金就越容易被重新定價。咁點解話一定要去學習呢個黃金呢？其實黃金佢有一個好特殊性，就係每一次嘅股災前後啦，佢都係一個比較急速上漲嘅貨幣嚟嘅。黃金點樣去賣係為之好一啲呢？咁黃金嘅第一性原理就係黃金本身佢唔產生現金流，但係咧會成為資產嘅定價苗。黃金嘅價格係等於實際利率嘅反向，加美元信用嘅反向，再加避險嘅日價，再加央行儲備嘅需求。其實呢四樣可能你哋都未必太過清楚。咁乜嘢叫實際利率反向呢？實際嘅利率一下降，持有嘅黃金機會成本就會降低。咁二就係美元嘅信用反向，市場越唔相信美元呢，黃金就越容易被重估。咁避險嘅日價、地緣同埋金融風險升溫，避險嘅資金就會回流。央行儲備需求，央行買金係全球儲備結構嘅再平衡。咁我簡單啲去講呢四樣係啲咩嚟啦？譬如減息，咁就利好黃金。咁社會越動盪，譬如打仗啊，美元咧個信用咧一差咧，黃金又會升嘅。咁大家對個股市唔穩定嘅時候咧，又係升黃金嘅。咁央行要買黃金咧，就係佢哋個結構上邊啦，佢哋需要穩定個社會咧，又係需要買黃金嘅。咁呢一頁咧對炒股嘅人有咩用咧？首先咧要明白咧，黃金咧佢唔係一種普通嘅商品股，佢真正咧係要睇美元啦、實際利率啦、避險情緒啦，同埋央行去買金。咁當然啦，你知道呢四樣嘢嘅時候咧，就可以用直覺去買黃金嘅。咁其實好多時候有啲喺個行內邊叫做咩叫盤感咧，就係個感覺係點樣實現咧？其實感覺就係來自於四樣嘢嘅喺黃金上邊。股票交易咧係企業嘅增長，但係黃金交易咧其實係四個關鍵
字就係世界不安。當你個世界唔穩定嘅時候咧，大家就會投入去咗黃金。咁啊，下半年嘅黃金咧，處於咩階段咧？黃金咧，其實佢唔係一個低位啟動嚟嘅，而係高位震盪咗之後再定價。咁譬如2024年嘅至到2025年嘅主升浪啦，全球重估，所以黃金就完成咗主升浪。你好似舊年啊、前年啊，咁啲人一路睇住個黃金係咁升、係咁升、係咁升。咁因為大家都唔係好確認個股市係點樣，點解啲人唔確認個股市係點呢？因為喺2024年嘅時候係一個新嘅 AI 時代開始，咁 AI 時代開始嘅時候，大部分人係唔知道 AI 係啲咩嚟。咁去到機械人係啲咩嚟，佢哋又唔知。但係當你一確認到 AI 件事一出現，機器人一出現嘅時候咧，你會見到黃金同埋比特幣咧係同步下跌嘅。咁去到2026年嘅上半年就係一個高波動，好多人就係高位接咗黃金，蝕咗好多錢啦。你好容易睇到一啲嘅抖音同嘅平台新聞報導，好多人做黃金一下子就冇咗幾千萬，好多嘅。去到下半年嘅，去到2027年啦，咁其實我認為佢唔係一個重點係追高，佢係第二次再啟動第二輪嘅進攻啦。咁即係話佢離個見底其實係不太遠嘅，喺黃金上邊，防止將黃金主線咧理解成冇腦咁追高啦。依家更加似嘅係第二次嘅定價階段啦，就要等信號啦，就唔係等情緒啦。咁黃金嘅主線咧係喺度嘅，但係交易難度咧係升級咗嘅。咁啊，依家唔係話無腦去追高，而係等第二次嘅定價。咁黃金嘅主線咧升級咗啦個難度。咁佢個美元嘅價格係3100至3600之間，即係判斷佢可唔可以再升高咧？我認為佢係一個短期可以，譬如係下個禮拜呢一個兩個禮拜，佢應該係個反彈。黃金係佢個反彈期，美元轉弱，利率下行 ，ETF 回流，真正嘅賣點咧就唔係情緒最熱嘅時候，而係信號重新對齊嘅時候。咁啊，點解一定要學黃金咧？首先咧，我頭先有講過，人類中特別中國人過去幾十年佢都有買黃金呢一個，譬如你結婚又要買黃金，係咪？你保值又會想買黃金，你啲錢太多又會想買黃金。去到未來嗰一兩星期咧，就係黃金嘅反彈嘅短期週期啦。真正嘅賣點咧，唔係情緒最熱嘅時候，而係信號重新對齊嘅時候。咁黃金板塊其實佢到底係炒啲乜嘢咧？炒黃金咧唔等於淨係買金條嘅，係去炒黃金股，亦都唔等於去買黃金。第一層就係黃金嘅本體，黃金嘅本體關鍵嘅標的就係黃金嘅 ETF、黃金嘅期貨或者實物金。個邏輯就係比較防守啦、避險啦，用嚟對沖美元嘅信用。第二層就係黃金礦企，標的就係大儲量、低成本、穩定產量嘅金礦公司。核心嘅邏輯就係金價上升咗之後咧，利潤係彈性放大。第三層就係高彈性嘅黃金股，咁佢係小市值嘅礦企啦、海外礦啦、併購嘅重組礦產嘅公司。金價上升加估值彈性，再加資金炒作。首先咧，我哋分清楚黃金 ETF、黃金股、黃金小票，佢唔係同一種交易。買黃金係賣防守，買黃金股係賣槓桿。賣小礦股係賣高波動嘅期權，相信大家都好少會買實體黃金嘅，所以會喺個黃金嘅股票上邊落手。咁啊，黃金嘅主線標的詞就係呢度啦。A 股咧，其實有紫金啊、山東啊、中金啊、赤峰啊、湖南啊、西川啊。我建議咧，你哋下載一個 APP， 然之後將成個板塊掉落去跟蹤。咁點樣去操作呢啲股票咧？非常之簡單。譬如呢度有8隻嘅公司啦，你一開盤嘅時候見到有2、3隻跳咗出嚟咧，咁你基本上買落後嗰啲咧，命中率都有90%嘅。所以如果喺個下個禮拜嚟講，佢個短炒係好容易就咁10零20個點係好輕鬆嘅，我認為。咁啊，港股就有紫金、山東、招金、靈寶同埋中國黃金國際，美股仲有一紮啦。咁標的詞咧唔係個買入清單，而係主線啟動時候嘅作戰地圖。真正嘅研究咧，唔係話金價升咗先臨時揾股票，咁你係要有先標的嘅地圖。其實炒股好簡單嘅啫，第一樣嘢必須就係要知道個主線，
第二就係你個股票池，你首先要準備呢兩樣嘢。而家第三樣嘢就係你本身，譬如你依家個科技咁先進咧，你就 download 一個隨便一個 app 都好啦，你將一個板塊你叫做魚池掉住拍咗一啲嘅股票入去，只要當日一開盤係升兩三隻嗰啲，你就可以追落後。咁你成個市場就俾答案你，對你去炒股就會升一級嘅命中率，咁會提高好多。咁啊，黃金升一層咧，黃金股咧就可能放大幾層啦。金價嘅方向咧係成本嘅槓桿儲量嘅未來，金價上升，然之後成本係相對固定，利潤嘅彈性就會放大。咁低成本嘅礦企係槓桿，高成本嘅礦企係炸藥嚟嘅。咁其實咧，我認為咧，除非你係唔識股票嘅啫，如果唔係，你應該係唔會買實物嘅黃金嘅。除非你真係完全我唔想碰股票，我又唔想碰 ETF， 咁你就好睇好黃金。你呢紮我諗係相對上知識非常之薄弱，或者係啲年紀比較大嘅老人家，咁佢就會買實體嘅黃金。或者佢根本冇時間睇股票啦，咁佢就會買實體嘅黃金。但係如果正常你只透過黃金諗住賺錢嘅話，你有好多嘅選擇。黃金股咧點解會比金價更加暴力咧？金價個方向嚟嘅，成本一個槓桿，儲量一個未來，所以金價上升，礦企嘅銷售價格就會提高。我冇記錯嘅話，紫金係應該係升咗個業績嘅90億嘅利潤有成，即係喺舊年應該有90億嘅利潤，係非常之高嘅利潤。咁啊，仲有開礦嘅成本啦，短期相對固定嘅利潤率放大，股價彈性會放大。反過嚟啦，金價回落咧，高成本嘅礦企利潤被壓縮，小市值、重負債、低儲量嘅公司會跌得更加狠。但你好容易喺4-5個月前會見到好多阿嬸咧走去排隊買黃金嘅，係啦，佢哋會覺得依家唔買黃金就會蝕啦。跟住你會見到依家咧係冇乜人去買黃金嘅，咁大部分人咧，你見到啲阿嬸都識得去買嘅時候咧，你就基本上可以判定係見頂㗎啦。呢個係最傳統嘅直覺。即係當一個佢唔該賺到錢嘅人去賺到錢嘅時候，呢個市場就應該要見頂。咁啊，唔係淨係睇金價嘅，要睇公司嘅成本、儲量、產量、負債。低成本嘅礦企咧，槓桿高成本嘅礦企係一個炸藥嚟。譬如我自己去望啦，其實我已經排咗序㗎啦。譬如呢啲都係對標嘅，有 A 股有港股。其實呢扎嘅股票咧，大部分咧過去嘅20年都係咁樣操作。咁所以其實佢唔係話淨係用1-2個禮拜，其實你係用一世㗎啦。我諗你過去10年可能都係一紮咁嘅股票作為一個某一個 moment 嘅時候，你手持嘅可能係 AI 嘅股票，咁但係你覺得 AI 呢輪有少太過過熱喎，咁你就可以掉入去其中一個嘅標的池，就係黃金嘅標的池。黃金選股嘅模型咧，就係我哋要睇第一個存量啦，冇礦就冇長期嘅估值啦。第二就係睇成本，成本低，金價回調咧就可以活啦。3睇產量，產量增長咧先至會有業績嘅彈性。第4就係礦權嘅地區，海外礦咧就有彈性，有政治啦、治安政策嘅風險。5咧就睇資產嘅結構，就係純黃金、黃金加銅。咁啊，其實呢都係原材料，咁你只要避開一啲概念啊、冇資源啊、冇產量啊、冇現金流啊，就靠個名嚟炒作嘅故事股。咁當然啦，我幫你哋已經篩好晒嗰個公司出嚟啦，但係嗰個過濾嘅過程咧，其實就係透過呢5樣同埋一個要避開嘅嘢嚟嘅啫。黃金股嘅核心咧唔係題材，而係資源、成本同產量同埋現金流。咁啊，主線啟動之前咧，預判信號咧，唔係話等到黃金股漲停你先至知道主線嚟。如果你等到黃金股漲停咗你先買嘅話，你又係接頂噶啦。所以第一樣嘢就係睇美元嘅指數有冇轉弱，美國嘅實際利率有冇下行，降息嘅預期息有冇升溫，地緣風險有冇升溫，央行買金嘅數據延續，黃金嘅 ETF 有冇重新流入。第7就係金價突破關鍵嘅壓力位。
第8就係黃金股開始跑贏金價啦。最早嘅信號咧唔係喺漲停板上邊嘅，咁如果你係買港股更加冇漲停板啦，而係美元利率 ETF 資金流同埋黃金股相對嘅強度。咁啊，呢一頁咧就係教你咧提前去觀察，而唔係等股票升完先至去追。咁同樣啦，我諗我教完你哋呢8樣嘢之後咧，你哋唔會走去真係睇下美元指數啊，或者你會睇下嗰個實際利率啊，或者央行有冇買咁。我只係講俾你聽，我嘅思考過程就係咁樣嘅。咁但係你可以唔使思考嘅過程，你大概 feel 到個市場震盪嘅時候，個主線不存在嘅時候，你就可以考慮下黃金係咪一個低位，會唔會一個反彈嘅位置？即係你可以全憑一種直覺地去判斷黃金嘅升幅嘅，因為你要知道所有嘅金錢資本佢係一個流動，永遠係一個天平，個天平咁樣就係呢度高咗，自然係有一個會拉低，呢度拉低咗嚟，自然會一個拉高，佢永遠得個平衡。你只要諗個資金去邊度走，走去邊度就可以噶啦。咁主線嘅早期信號往往咧就會出現喺宏觀同埋資金流，而唔係出現喺情緒上邊嘅。反而咧情緒咧係話俾你聽咧幾時見頂，你好難咧摸得到個情緒咧係幾時見底嘅。你拿住好多黃金嘅人，佢要蝕好多錢，一定係見咗頂佢先會蝕好多錢噶嘛。咁但係佢蝕幾多佢係唔知噶嘛。咁咩情況底下咧，黃金股咧係唔可以買咧？黃金咧係唔會怕壞消息嘅，黃金咧係怕世界突然變得穩定嘅啫。所以美元重新走強，美元指數持續上升，黃金以美元計價嘅承壓，黃金通常就會先下跌。咁第二就係實際利率去上升啦，名義利率就係通脹預期下降導致實際嘅利率上升。咁黃金嘅持有成本就會提高，即係話加息咧，黃金就應該要下跌嘅。咁避險情緒降溫，地緣政治緩和啦，戰爭停火啦，衝突降級啦，恐慌情緒退潮啦，避險資金就會回流翻風險嘅資產。金價跌穿關鍵嘅支撐，跌破咗重要嘅均線或者長期支撐位，技術面轉弱，容易引發停損或者放大跌勢。即是話幾時買黃金咧？世界大亂嘅時候啦。咁黃金股唔跟金價升，金價創高，但係個股咧唔升反而跌咧，代表市場唔買單，可能係成本管理或者係資金結構嘅問題，或者佢前邊已經提前升咗好多。咁高成本嘅礦金業嘅業績爆雷啦，高成本嘅礦喺金價回落嘅時候咧，獲利迅速惡化，容易虧損，甚至減產、減值或者違約。資金咧重新流翻去 AI 科技嘅成長股咧，市場偏好回升，資金追逐高成長，從防禦性資產撤出，黃金股就會被邊緣化。所以原則唔係淨係睇多，係要睇下咩情況之下自己錯咗。咁你錯咗其實都係幾個重點。第一就係話美元指數強咗，加息，世界和平，啲資金咧又掉晒入去嗰啲成長類嘅股票啊 AI 低空經濟啊，我啱啱一開始所講所有主線，其實你見到嗰一紮股票係咁升嘅時候咧，黃金就會係咁跌，因為大家首先要回到一個原點，就係所有嘅有錢人佢炒股票，大部分佢都係用一種槓桿或者佢用借貸去買入股票嘅，佢哋夠錢係要有利息嘅，佢係要俾利息，咁所以佢哋要支付一個好昂貴嘅利息去操作。咁佢哋冒嘅風險其實係先天性已經係大風險㗎啦。咁所以啲錢咧，佢哋就會不斷咁樣去投嘢。如果買 AI 股票跌咗嘅話，佢哋資金就要自然要掉入去一啲比較保守一啲又有進攻性嘅股票上邊。咁金價唔跌咧，但係黃金先跌咧，往往就比金價下跌更加值得去警惕嘅。即係當你調翻轉，你買咗嘅黃金股跌咗啦，你可以預測到咧，可能金價跟住就接住落嚟跌啦。2026年至到2027年嘅黃金有3種劇本同埋操作嘅影射。第一個就係佢有一個嘅震盪收復啦，劇本第一個就係美元偏弱，金價高位整理。咁只需要睇低成本、大儲量嘅龍頭，唔使碰一啲高位嘅情緒小票。第二個劇本就係2次上攻，
降息預期、避險、央行買金、ETF 流入共振、黃金嘅 ETF 加龍頭金礦，再加彈性礦股進入觀察池。第三就係防守失效、風險降溫、實際利率上升、資金回流科技股，撤離高成本小資嘅純情緒嘅炒作股票。高手咧就唔係就係猜個方向，而係提前知道每一種劇本該買咩、避咩，或者咩時候係撤退啦。唔只係判方向，而係為唔同嘅劇本準備應對。而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咧，劇本係第二個。咁點解話第二個劇本咧？因為你本身咧正常，你哋學咗個12層、15層之後，你應該正常嚟講，你手持嘅都係 AI 類嘅股票嘅。如果你 A 股，你要麼你就係逆懶，要麼你就係機械人，你要麼就係芯片，即係你冇可能係跳出我嘅劇本15個嘅12層或者15層嘅12層咧，我係俾港版教學嘅就係12層嘅，或者內地版係講15層嘅，所以12同15層都係一樣啦，都係 AI 嚟㗎啦。即係你跳得出呢一個嘅範圍裏邊，你就可以賣下黃金，係做一個補充。一個短炒位置嘅時候，做一個補充，呢個節奏就好卡啱每一個節奏啦。因為你 AI 股一準備跌之前，你喺高位一平倉，你就可以接住做黃金。黃金升完之後，你又可以接住玩翻 AI，咁你嗰個節奏就唔會有停頓。咁你次數越多，你譬如一個禮拜操作一次10%，你一個月就可以操作4次嘅10%，你一個月嘅回報率就係40至50%。咁你等於一年裏邊，你嘅回報率應該係有成10幾20倍先啱嘅。即係如果你個節奏冇錯，咁因為你個福利，如果你每一次 all in 嘅話，個福利係好高㗎嘛。直至到我認為如果你短炒，直至到你呢一種節奏係唔運行嘅時候咧，大概應該係個資金已經 over 咗3000萬，你可以喐到個點數嘅時候咧，你就冇得咁順暢啦。但係如果你話我炒賣資金，喺1000萬樓下嘅話，我認為都唔會太過影響個炒股節奏。